今日我要去嘅景點就係飛來峰靈隱寺啦。我食過早餐之後，就乘搭地鐵轉乘278M 專線公交車去飛來峰靈隱寺。喺2026年開始，飛來峰靈隱寺係需要提前1日預約，而不再接受現場登記。Hello， 呢度就係飛來峰靈隱寺嘅入口啦。喺入口附近有一個園藝花園，裏面種植咗一啲花草樹木，喺呢度打下卡影下相都唔錯㗎。嚟飛來峰主要係參觀一下呢度嘅佛像。呢度整個山同山洞內都雕刻着不同嘅佛像。呢一個山洞就好似老虎啲牙咁，所以就叫做老虎洞啦。傳說呢一張平滑嘅石床係當時濟公活佛喺呢度飲酒食肉嘅地方。山洞內有好多不同嘅佛像雕刻。入到嚟靈隱寺門口就有人派3支香俾啲遊客，係唔需要錢嘅。參觀完靈隱寺之後，就搭公交車去西湖雷峰塔附近嘅一個公園——太子灣公園啦。呢個公園真係值得大家去遊玩同埋打卡嘅。呢度有湖邊景色同埋小橋流水，
吸引唔少旅客喺度影相留念。